香港啟德核心地段，氣派非凡，年度豪華粵水住宅項目 Property Guru 亞洲不動產獎，發展商係華潤同保利聯手巨獻。今日帶大家嚟到啟德嘅雲景 Villa 大宅獨立屋，私隱度極高，面積係4299尺同4850。跟住我哋再繼續咧去翻呢個咧雲景 Villa 大宅嘅獨立屋咧，入邊欣賞佢嘅咧一線無敵煙花海景啊！每一座 Villa 咧都有獨入嘅出入口啦，同埋都有尊貴嘅電梯上落嘅。今日行落一層咧就係主人房啦，咁啊4房4套嘅。咁主人房出邊咧做咗好大嘅衣帽間啦。咁呢個咧就係另外一間房間，咁亦都係咧一線無敵海景嘅。哇，係詩情畫意日與夜，呢一個咧真係無敵海景。咁出邊咧就係一個跑道嘅海濱長廊啦。咁再落一層咧就有一個偏廳啦，同埋有小朋友房啦。咁都係咧兩個套廁套房嚟嘅。咁衣帽間啦，咁行落一層咧，佢嘅樓梯個 design 咧都好靚，用呢個淺木色半圓彎位設計，咁好突出去咧樓底有8米嘅。咁再行落去咧，就係客廳同埋飯廳啦。咁佢就四方方，個 design 都好特別嘅元素，都係用米色、杏色主打為底啦。咁同埋佢個樓底咧，因為8米，所以就嗰個空間感好大。咁我哋再出去咧，就係望到一線無際嘅無敵煙花海。咁亦都係34間校網啦，34區嘅校網。咁我行出去出邊咧，欣賞下個露台花園啊。咁出邊就有一個泳池啦。哇！要喺度游水咧，對住個海咧，哇！真係人生一大樂事啊！大家 show 俾大家睇下，好靚嘅無敵煙花海景，加上一個咧跑道先有咁長嘅海濱長廊。咁啊，露台花園咧，其實成一個 L 位咧都好大嘅。咁有時可以約3、5知己，約啲朋友嚟飲下酒啊、high tea 啊，或者 barbecue 啊。係啦，佢有一個 L 型嘅位置花園啦、平台花園啦。咁行返入嚟咧，當然係一個廚房啦，好多女士們都要。咁我哋入返個廳入邊咧，再由廳度行返入去廚房睇睇。廚房亦都係咧四方方，哇，好用啊個位置。咁啊，所有電器都齊備嘅，仲有酒櫃添，都有 Wolf 啦，同埋有 Miller 嘅電器用品啦。咁啊，多謝大家收睇，鍾意條片記得點讚同收藏。有咩需要睇樓嘅就揾我啦，拜拜。